Hello，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又係夜馬三寶嘅時間。今日早咗拍片，因為一陣間晏少少咧就有呢個南非嘅10場賽事啦，跑到今晚㗎啦。簡單都介紹4場賽事啦。第一關就係呢個第一場5班12米嘅，就首選就呢隻3號嘅黃金盒啊。呢隻馬其實依家落咗嚟5班都跑咗2場啦。睇翻其實季初咧佢係4班度咧，亦都係一個快步速、蝕步速底下咧就輸俾有你有我。就22倍咧跑咗個第2嘅，已經就有啲嘢俾大家睇到㗎啦。排一檔嘅嗰次。之後嗰場啦，其實就輸俾一組我覺得比較強嘅馬啦，就係威利非凡啊、會當寧啊、有形量嗰啲。成組賽事水準嗰個結構其實都 OK 嘅，係啦。總時間就1分8秒幾啦。然後最近2場就落咗嚟呢個嘅5班賽事，但係又唔知點解唔跑田草啦。又試下啲谷草啊，又試下啲泥地啊咁樣。其實谷草嗰場亦都係跑得唔差，蝕步速輸條頸位俾東方寶寶嘅啫。其實今次轉戰間嚟到呢個嘅5班，相信個贏面都好大㗎啦。繼續用下金城江啦，就冇換到人嘅。最近嗰課大閘啦，亦都係貼住條欄放啦，就輕輕鬆鬆咁贏啦。相信都就算贏唔到都一定有批㗎啦，呢啲咁嘅馬。另外配腳方面，其實都係攞翻一啲近期降班嘅馬啦，因為其實後邊嗰啲馬跑呢個5班咧，都跑嚟跑去都係實力見盡啊。呢隻嘅艾比奧啦，2號嘅艾比奧啦，其實你見佢近期都唔錯嘅啲成績。其實今季尤其呢3場賽事啦，都有一個好接近嘅表現啦。尤其啱啱前一場跑呢個4班嘅直路1000，排出邊蝕一個步速輸上嚟啦，又追上嚟就輸俾呢個慶馳千里嘅。其實睇翻上次就排呢個14檔，跑呢個田草1200，臨尾都做翻一個好快嘅末段就追翻上嚟第6。今次檔位內移啦，排個1檔。用阿奧爾文，近期徐雨石用阿奧爾文啲成績其實都非常之好㗎啦。近期都攞到5 win 2 Q 3個第3嘅，見到都都係一個搏殺嘅一個組合啦。另外就係凌風傲雪啦。上次4班1200。都係蝕咗個快步速，輸俾自滿同行小魔怪嗰組啦。輸4個嚟馬位。今次落到嚟呢個班，縱使排咗12檔咧，以佢嗰個前置嘅跑法咧，佢可以連埋嗰隻黃金盒咧一齊係 cut 埋嚟嘅，亦都係有啲機會嘅。呢場簡單咧，我就應該3拖1 2，獨贏及位置又買3號嘅。第二關嘅賽事啦，我就推介一隻冷門啦，呢隻4號嘅挺秀宏利啦。呢隻馬其實睇翻佢咧，上次出賽之前試嗰啲閘咧，其實普遍咧，硬係覺得都係仲爭少少。就都係以一個前置嘅跑法啦，喺前面度翻嚟。但係上場咧，佢起步嗰下咧，已經就成隻馬跳起咗啊！然後就根本都。你當佢冇跑過啦，但係入到最後嗰100幾200米嘅時候咧，佢基本上就左穿右插咁衝緊上嚟，其實都係輸緊3個幾馬位。今次跑呢個嘅1200啦，只要出閘順利咧，相信可以喺前置度跑法咧，亦都係唔錯嘅。啱啱試埋呢個泥閘啦，你見到其實隔離嗰啲係嗰啲美麗星辰一啲仗住一啲比較高分嘅馬匹啦，你52分對住呢啲高你20分30分嘅馬都一樣試得咁好啦。同埋佢個餘勢咧，其實最後亦都係過晒嘅。相信呢就係一隻伏兵嚟嘅，因為而家其實隻大熱門呢隻幸運騎兵當然係非常之好啦，嗰啲試閘啊、神操嗰啲馬款啊做得非常之好啦。但係3歲馬仔咧要排個12檔咧，都要考下佢嗰個流放啊，嗰個實力去到邊度。而家熱到20幾蚊，我覺得係唔抵買嘅。我自己就懶少少，就搏隻4號嘅挺秀宏利啦。另外第3關嘅賽事，就升到大題，我就寫咗呢隻逍遙人生。而家暫時係呢場嘅最懶嗰隻啦。上季到依家，其實你見到啲名次啊，都冇嘢好睇嘅，基本上中間有傷患啊之類嗰啲啦。睇翻佢，其實佢呢隻馬初出嘅時候跑呢個田草嘅1200米，其實蝕步速追翻嚟都係輸緊2個嚟馬位嘅啫。其實都係有一個追勢喺度嘅，做到最快末段23秒02。其後啦，就真情呢1400其實。都唔係佢嗰啲射程範圍嚟嘅，又排啲12檔啊、10檔啊嗰啲，就冇嘢睇啦。跟住其後潘頓咧就騎上去啦，臨場落到4.8倍啦。出閘嗰陣時咧就嗰隻腳咧就晾咗喺個閘度，就成隻馬豎起咗就冇跑過嘅。
跟住提早唞樹啦，咁啊唞咗一段都比較長嘅時間，超過半年㗎啦。最近嗰課出翻嚟，咁其實啲功夫都未係做到太足嘅啫，都係試咗2個大閘。但係跑翻嚟嗰個水準咧，我覺得亦都唔太差嘅。一出閘咁，然後佢都跳一跳啦，咁然後去到呢個900米嘅位置咧，佢要避開嗰隻言之有理咧，嚴重甩臂啊，即係爭啲跌落嚟啦。咁其實就冇咗成3個幾馬位嘅。但係入到直路咧，希威森亦都冇放軟手腳，亦都騎下去啦。其實都交到一個反應翻嚟。今次賽前其實見到佢都落咗個草地跳一課啊，出嗰啲大圈跳咧，其實隻馬嗰個神色啊狀態亦都唔差。而家有40倍咧，縱使排個12檔，其實只要一樣嘢就係佢唔漏閘咧，我相信佢會有一個近嘅表現。預期依家呢場大愛無疆同埋一個幸運愉快係2隻近期咁有近績嘅馬咧，孭起成個電算機咧，我就會攞7號咧去拖翻呢2隻熱門，都有一定嘅分頭嘅。另外就呢個第5場。自己都有一個 follow 開㗎啦，初出亦都買過去呢隻機械之星啦，試閘啊、拍跳啊，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上場臨場變咗大熱門，變咗5.2倍。輸俾嗰隻開心老闆啊，同埋降班嗰隻99為君啦，其實都跑得唔錯。佢咧自己就喺入邊度嚴重，其實400米全程冇望空過嘅，一路都係拉住過終點。其實過終點嗰啲餘勢咧，亦都過晒。今次潘頓見到咁嘅情況，梗係唔好放過呢啲機會啦。即刻立咗嚟騎。啱啱賽前呢一課嘅快跳，潘頓親自試嘅，好少見到潘頓會幫啲馬做一個埋門嘅功夫啦。頭先見到都仲有5倍嘅，而家賣到39蚊。相信3T 頭關咧，呢隻穩膽咧就非佢莫屬㗎啦。配腳就揀翻隻女神啦。女神其實近期佢自從贏咗之後，嗰2場水準都一般般啦，可能覺得佢贏嗰組水準都一般啦。但係最近嗰課試閘咧，喺中間嗰度咧，突然之間一發力咧，亦都係過晒啲對手喎。埋門呢2課亦都係加強咗。呢啲4歲嘅南半球馬咧，相信都繼續有進步嘅。好，重複翻今次嘅心水啦，有第2場4號嘅挺秀宏利，第3場7號嘅逍遙人生，第1場3號嘅黃金盒，同埋第5場5號嘅機械之星，祝大家好運。聽日會喺灣仔體驗店有呢個體驗店嘅活動啦，就12點半至到6點鐘左右嘅，通常都會超少少時間，就238蚊就有一個餐啦，同埋2杯嘢飲嘅，到時希望見到大家。好，多謝大家留意之餘咧，都係宣傳下啦。小弟有個WhatsApp 嘅群組啦，有 IG 啦同 Facebook 嘅，歡迎大家係訂閱啦、宣傳啦同埋分享啦。係啦，多謝大家先，我哋下期再見，拜拜。